鏡頭轉來咱國內，嘉南有一間國中有學生收到無簽名恐嚇的電子批，學校已經完成校案的通報。警方調查了後，確定這張批是共這間學校的一個學生寄的，目前已經照恐嚇等罪嫌來上班。也那少年法庭是將這個涉案的學生交予家長帶回去管教。雖然這件事後來，不過貴人一間國中竟發生一個學生收到藏名的恐嚇電子郵件事件，伊驚到家父母甲學校講，學校接到報案了後，完成這校案通報，警方也介入調查。這個事件貴人市府也真重視，提供我們所能夠提供的所有的資訊，包括說網絡端然後學校端對於破案有幫助的訊息，我們都全部提供警方調查發批的網絡地址，確認寄批人是共校學生，加涉案人調查到案，依照恐嚇者的罪嫌來究辦。少年法庭甲伊交付家長管教。我們當然就是用反追嘛，來做一個處理。恐嚇的部分呢，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部分，我們來請我們基隆地院來做後續的一個處理。案件發生了後，學校趕緊處理，提供老師甲學生心理的輔導，並且加強法治教育宣導。專家分析，兒童少年涉案的人會因為好耍，也佫唔知影這個法律散布恐嚇的信息，觸犯刑法恐嚇罪甲少數法。在學校裡面的一些講座，會發現同學們他們會覺得說這個就是開玩笑、惡作劇，但這不只是沒事啦。除了刑事的責任之外，家長通常會被要求損害賠償。應該要建立更友善的申訴機制、對話及心理支持等機制，讓學生在感受到不公平或委屈時，有正當且有效的表達管道。兒童少年團體呼籲講，學校應該把這個所謂公民教育，也個法律的知識，放入去日常的教育內底，讓青少年佇個情緒的衝突內底，用安全合法的方式來表達因的不滿，而唔是講經由傷害別人，也是危害學校安全來出氣。記者綜合報道。